选举无师傅，用钱拼就有。民进党的主席郭文摕5月20日正式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了后，拍开政治专户。敢若伫网络公布短短几点钟尔，就将近几千万的募款，这互这郭文摕真感动。也毋过伫开这个政治现金的专户了后，就被发现讲，伊伫人力银行的网站有开文宣部的这块，即包括文宣部的副主任、IG 奈社群的小编等等，被质疑讲是咧找网军。针对这点，郭文摕表示讲，这是咧抹黑，嘛讲选举做什代志拢爱开钱，即马拍的是乞者的战犯。你的那个募款账号开到现在已经988万。我们都还没开始，还没广告，怎么会有捐钱？23号才开通募款的口座，短短3点钟就要挖1000万的募款，和郭文摕是笑甲嘴啊利细细。26号日透早嘛带一寡小礼物，感谢所有支持者的收听。我这个人都实用性的，不过我衣服已经有了，好像都很好用。这帽子后面给他写1456。上届倒一个真歹选，即便以 KP 来做设计 ，T 恤、帽仔、环保杯，也有充电的行动电源等等，要来感谢支持者。不过目前钱所幸发现24号伫咧人力银行放出工作费。包括文宣部的副主任薪水上悬7万块，议题写手薪水上悬是5万5，也有赖甲社群的编辑，一个月薪水嘛有4万2到4万8，红质疑是咧找网军。我们是要拿钱去招募员工的，那你一开始就说我们要招募网军，这个票太多了。不过这样的选举到了哦，每天各式各样的这种抹黑啊，什么都会跑出来了。明白讲哦，我们以前没有去搞什么财团挂钩，你知道吗？所以。到现在为止，有点像乞丐战法。背回讲有找网军，郭文摕的支持者大部分拢是少年人。严格民众党的立委就表示，即边捐钱捐上济，其实唔是少年人，是住伫咧台北市大安区的民众。668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支持者开始收听，这钱敢有乌白开，嘛红放大来检视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